网络看到的好多大学开放课程，台大啊，跟那个北京大学的、复旦大学的，还是福州大学的，嗯，内容丰富啊。要怎么把它加入自己创立的播放清单呢？就是把它整合起来，变成一个新的播放清单。那要怎么操作呢？点按加，新增，新增有没有？新增影片，然后都把它勾选。诶，这是影片哦，不是播放清单嘛？勾选，勾选啊，这是自己看过的啦，不是那。